大家好，我係陳士宏。我嘅大仔陳秀倫，我叫佢倫倫。佢自細就患咗呢個嚴重自閉症，到而家佢都唔點講嘢，亦都唔係幾識照顧自己，要外人幫手嘅。今日我就繼續係讀《倫倫的世界》呢個書裏面另一篇嘅文章，叫做以後日子如何過。我們選擇一如既往地愛護着倫倫，需要調教的是對他的期望，這是我們重新生活的起步點。倫倫被診斷患上咗兒童自閉症之後，我哋點樣面對日子以後點樣過呢？其實當然嗰一日係晴天霹靂，我最唔願意發生嘅事，終於發生喺自己身上。嗰條路會係一條點樣嘅路？咁意味住我哋要長時間，甚至係一生一世咁樣照顧佢，因為佢唔能夠自立生活。隨住時間一點一滴咁樣過去，佢同年紀嘅小朋友嘅差距只會越嚟越大。佢而家先4歲，又咁可愛，擺喺我哋同埋佢面前嘅就係一條又漫長又艱辛嘅道路。最難受嘅係父母通常都俾仔女先行一步離開呢個世界，到時候邊個人會照顧佢？其他人會唔會好似我哋做父母咁嘅對待佢？佢又會唔會受到虐待？一諗到呢一度，我哋就毛骨悚然。因此直到而家，我自己都有一個想法，就係希望自己長命過倫倫。我做爸爸嘅時候就27歲，以倫倫嘅生活方式同埋態度嚟到估計呢，佢無憂無慮嘅應該好長命。我縱使能夠活到100歲，咁佢都只不過係73。睇嚟恐怕我呢個係奢望居多。不過每次諗到或者自己有機會俾佢長壽呢，個心就舒服一啲。雖然話係晴天霹靂，但係我哋兩個人當日冇呼天搶地，淨係望住阿倫倫，相對無言。同太太由相識到結婚，到生咗阿倫倫，直到嗰日，如果發生乜嘢事，我哋都可以互相安慰，過幾日就冇事。就算係嗌交，好快就雨過天晴。呢一次，我哋唔識點樣安慰對方。嗰2日好靜，大家可以講啲乜嘢？瞓喺張床上面，望着個天花板，好空洞。思前想後，點樣嚟到咀嚼消化呢一件事呢？第2日嘅晚上，我哋繼續喺度諗。我哋諗，其實倫倫被確診自閉症之前，其實佢已經係患咗自閉症。我哋一直都係咁愛佢，而家只不過係知道個真相，佢仍然係以前嘅倫倫，佢從來冇改變過，佢依然咁可愛，仍然係我哋嘅寶貝仔，唔應該改變我哋對佢嘅愛。醫生嘅評估為阿倫倫嘅症狀定咗一個醫學嘅名稱，其實係唔應該，亦都唔應該貶低呢個小朋友喺父母心目中嘅地位。佢仍然係我哋嘅摯愛，應該有所改變嘅係我哋對佢嘅期望。我哋將要同行另一條路，我哋想通咗啦，或者呢啲就係叫做接受現實。
父母對仔女嘅愛係我哋為佢嘅福祉作出堅固承諾嘅基礎。我哋選擇面對現實，調教對囡囡嘅期望係我哋再投入生活嘅起步點。呢一關想通咗，令我哋喺以後嘅日子裏面免去咗好多心靈上嘅痛苦。相對嚟講，肉體上因為長時間照顧鄰鄰而產生嘅痛苦容易忍受好多，心靈嘅痛苦係無止境嘅，叫人絕望。肉體嘅痛苦，瞓一覺休息一兩日就可以恢復過嚟。其實呢12年嚟，我哋嘅日子基本上就係咁樣度過。